係1，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應龍飛影埋邊相當快閘啊！中間位置呢，仲有精英高球笑必勝啦，外邊走上去黃衫加冠王最出眾嘅古浪好友啊！中檔位置淺藍衫呢，就櫻花酒杯啦，內欄紅衫啊無比小子啦，後呢個馬匹啦，先見到豪邁先登啦，勤德佳備啦，尾三內欄龍之邦啊，後邊兩匹馬分別係海王同埋一隻老班精神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800米段處啦，應龍飛影就貼欄放嘅，跟住第2位就精英高球啊，內欄第3係笑必勝啊。第4位出邊黃衫嘅加冠王啦，中間第5位嘅馬呢，就係櫻花酒杯嘅大白鼻梁嗰匹啦，響內欄紅衫白鼻梁仲有無比小子啊，外邊冚嘅馬呢，就古浪好友啊，後呢個馬匹先有勤德佳備龍之邦掟出去出邊追係豪邁先登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應龍飛影埋邊，中間位置精英高球兩匹馬鬥緊啊，中檔位置加冠王亦都上啦，後多層嘅馬仲有櫻花酒杯啦，出邊位置豪邁先登呢，就上咗少少啊，最後100厘米啦，精英高球響中間呢，就壓住咗埋邊。應龍飛影啊，加冠王響第3位，外邊仲有櫻花酒杯，最後50米到，精英高球仲係佔先咗，都好有機會贏出呢場賽事第2名㗎嘛，相當接近啊！埋邊應龍飛影，外邊櫻花酒杯都好遲先撻得着啊！咁啊臨尾有啲力弱係加冠王嚟嘅，結果今場賽事精英高球全程緊咬第2位直路上面出頭，率先衝線啊！第2名埋邊應龍飛影，出邊追上去係櫻花酒杯，咁啊至於第4名㗎嘛係加冠王啊！精英高球今日率先入咗個洞先啊！6.8倍後尾回飛贏嘅，灰馬包辦連贏位，應龍飛影第2，櫻花酒杯姍姍來遲第3，加冠王跟前跑第4。撻得好遲啊！隻櫻花酒杯，哇！有6.7倍嗰個洞，倍都上6.8添喎。其1、2真係差唔多馬。